了啦，今朝老热个。这个地方侬还觉得热啊？我哪能没觉得热啦？热情似火，哪能瘦脱了啦？瘦啊！哎，搿好呀，马上一瘦。不是要后悔山嘞。灵岩山到了啊，现在阿拉上山，侬也吃不消啦。哦哟，不来塞，不来塞，我还没有感觉呢。有故事，有底蕴，有联想。这次一个位于山谷里。侬坐脱下啊，等一下阿拉上去，拨侬看山谷里一个地方。哦，大四周小人。侬个理念老先进的啦，起码先进了500年。欧剧蟒涛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为我们带来了美好的想象。我这辰光下头在地，远处就是太湖。现在嘛，工业发展了，太阳看不见，空气质量不来三了呀。还是蛮好，还是蛮好。当然上海比肯定好的呀。上海人啥子不拿浦东的房子买到苏州来呢，就是发不了搿个价子啊，身价跌脱了，搿哪能来三呢？对吧？那个原来侪是私塾的下工，那么哪会得变市面个呢？你还晓得？想晓得？想。免费讲拨侬听啊！南部在个辰光，三公六院72飞，为只靠皇帝个马屁，想出光带侬自家娘家多出来个房子，捐拨了市面里向，还算好来风的。啥人晓得？八面玲珑的文武百官马上跟进，中央领导一到头嘛，地方官员随之好养。那么市长卷子、局长发卷嘛，不识抬举；局长卷子、科长发卷吧，拎不清。做官的卷子，老百姓发卷，那退休工资也是样高的。南朝480庙，多少楼台烟雨中，就是讲了这个舍宅为师。所以，一个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看出来，讲侬一道叫富裕，否则侬哪能来介多房子呢？儿子结婚也没房子了，侬啥么子去住啦？对不啦？对不啦？对，我虎子。喂，我也活了海了，侬讲我活地都可以的，虎子还不好讲。后中胜在，阿哥姐，在山谷里一个地方到了。1748年之前的地方看下的，现在我大概在2008年之前的，对，让你有一种穿越的感觉。对，10个世纪。还得挖2口井，泡啥用呢？不洗漱好药，香汤沐浴，侬晓得吧？一个水果又没自来水啊。对个。为啥搿2口井从山顶上挖下去？结果嘛，压来压去，压到只白眼了。意思是嘛，最后嘛跟饭店倒脱了呀，棉花采好了，又好干净了，搿么赏月亮了呀，对不啦？一条龙，韩是来了，现在是老好看的呀，走吧。哎呀，蚊子啊不得了，最主要呢，侬也不是我也不是西施。